第15屆全國運動會圓滿結束，你認為今次粵港澳三地成功舉辦全運會嘅意義何在？對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融合發展，又會產生咩積極嘅作用呢？各位市民、各位選民，大灣區首次去聯合舉辦一個全運會啦，其實個意義係非凡嘅。佢唔單止一場嘅體育嘅盛事啦，其實都係對於我哋一國兩制之下一種跨制度入邊嘅廉政嘅一個成功嘅一個考驗同埋展示嚟嘅，亦都係充分提升咗我哋喺區域發展上邊嘅協作同埋治理嘅能力啦。呢個亦都標示住咧，其實大灣區嘅建設係可以從經濟嘅領域啦走向社會文化、民生等領域嘅發展嘅。今次嘅成功嘅舉辦，其實都體驗咗，我會用一心一意嚟去形容啦。一心即係話心連心。其實今次嘅活動大大都增加咗大灣區居民同埋嘅之間嘅一個歸屬感啦，同埋認同感嘅，亦都成為咗一個叫做灣區人嘅概念啦，創造咗灣區一家親嘅一種理念嘅，推動咗我哋港澳嘅市民啦，特別好多青年去做一個義工啦，其實都係加強咗佢哋愛國嘅一個意識嘅。此外，一意就係講緊大灣區嘅融合發展嘅一個具體嘅意義。賽事都促進咗好多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等嘅一個合作啦，提升咗好多一啲關於人員嘅資格協助啊、互認啊、活動組織嘅經驗分享啊，呢啲都係一啲創新嘅合作機制嚟嘅。全運會嘅成功舉辦啦，亦都標示住大灣區係有能力去承辦更加大型嘅一啲活動啦。其實呢一個活動近年啦，我哋社會輿論都有提及啦，可能會鋪墊到我哋可以積極去爭取舉辦更加高級別嘅國際盛事嘅喎，例如話可能係亞運啦、奧運啊等等啦，呢啲都係有希望或者有能力去將我哋大灣區嘅品牌推向世界嘅。回應15+5嘅規劃啦，達成相信大灣區嘅呢個嘅發展啦，其實會俾到香港更加多嘅一啲機遇嘅，包括覆蓋住頭先講到可能有青年創業啊、文化藝術啊、體育啊、交流啊，亦都將呢啲娛樂嘅盛事推向一個國際嘅舞台。假如有機會加入到議會啦，達成亦都好希望能夠同我哋業界，包括係旅遊界別啦，去合作，將香港打造成一個經濟盛事嘅之都，為香港注入一個新嘅動力。請支持青年愛國者嘅傳承，票投1號黎達成。多謝各位。